来继续来看这个早期原住民的土地，因为外来政权的侵占，让原住民失去着土地权利。经过30多年的努力，这个政府总算甲仁爱乡120公顷的保留地献予原住民，而且来举办着授证仪式，甲47张的土地所有权证颁予35位的原住民。 35位原住民一日上台，由仁爱乡长江主信颁发47张土地所有权证，领回属于家己的土地。这个过程经过3代人。 这是我以前老人家的祖先的土地嘛，我们从108年到现在就有这个田种了。希望就是持续做下去，因为是从我阿公那一代，然后就是开始种茶。为了办理土地规划的作业，行政程序是真复杂，土地分割测量经费是真庞大，另外还有法令的限制。不过，伫民国108年修法了后，仁爱乡保留地权利恢复面积达到1900公顷。5年的等待期删除之后，我们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状的速度就加快了。 国民会副主委呼吁大家，土地是原住民的母亲，山林是原住民的血脉，请大家爱珍惜，好好啊运用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